佢哋睇到以上條片啦，我希望佢就可以揾翻我，然之後就可能大家處理翻件事，因為即係唔想影響到你嘅將來。尋日我哋報道過葵涌廣場出現3名少年盜賊，商場入邊幾間嘅公仔鋪都慘遭盜竊。不過報道出街之後，其中一名少年尋晚就聯絡咗店主譚先生。可能因為咁啱節目琴晚出街啦，咁又見到佢哋見到自己可能上咗鏡，所以就即刻當晚就聯絡翻我。其中一位小朋友，佢聲稱係着黑衫嗰位小朋友啦，已經主動聯絡翻我啦。咁就話想交翻件物件俾我，同埋約我可能過幾日後就約我當面道歉啦，同埋睇下傾下賠償咁嘅。佢當時打電話俾你嘅語氣係點㗎？其實佢都我聽得出，佢都可能好後悔，佢都係陰聲細氣啊，咁又同我講翻想話聯絡翻我道歉翻啦，佢話知道自己錯啦咁嘅。譚生都明白小朋友容易犯錯，不過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其實你問我都係想低調處理，俾個機會佢哋。咁始終小朋友啊嘛，都冇話影響到佢哋嘅將來咯。呢個一個遊戲嚟嘅，咁就無論件貨價值幾多都好，都唔應該用一啲唔正當同埋不法嘅手段去獲取一啲物品咯。因為以身試法，咁同埋你留案底，始終都唔係咁好嘅，係啦。